宏志苑有一間新居屋裝修拆除咗 MIC 結構嘅牆身，到底有乜嘢後果？ MIC 建築有乜嘢好壞處呢？買居屋必睇。MIC 簡短介紹：香港嘅組裝合成建築法 （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） 簡稱 MIC。簡單嚟講，主要由2017年開始由發展局開始推廣。近年已逐漸走向成熟，並應用喺各類社區項目，包括公屋及居屋上。未經同意拆咗，仲俾人發現有咩後果？一、未經許可拆除 MIC 牆身，可能違反公契或建築物條例。二、業主可能需要聘請合資格人士，例如註冊結構工程師 RSE， 到場評估。結構工程師需出具修復圖則同埋施工方案 Method Statement， 並且向屋宇署或者房屋署提交申請同獲批。三、由註冊承建商根據註冊結構工程師 RSE 批准嘅方案進行現場修復 ，RSE 需親自或指派代表監督施工，確保工程完全符合安全標準。四、若牆內藏有水管、電線，必須由註冊水電工如持有 WR1、WDI 牌照重新鋪設及測試。以上嘅費用對於一般購買居屋嘅居民嚟講係一筆可觀嘅費用。一般嚟講，政府係唔會接受業主講我唔識，係師傅建議我咁樣做呢啲解釋，所以唔好駁，切勿以身試法。最後，對於 MIC 建築，三木設計意見係，如果降低咗嘅成本能夠反映響樓價方面，我認為係有可取嘅地方。可惜依家嘅居屋，如果計埋補地價，價錢好多時會比私人樓宇尺價更高。咁樣 MIC 建築對於消費者嚟講未必係一件好事，因為所有間隔唔能改，甚至改電掣位都唔能夠作牆，令到整體嘅使用不太靈活。所以我認為 MIC 建築目前嚟講只係對發展商有利。大家有乜嘢睇法？歡迎評論區留言。三木設計，內容可靠，售後完善，所有工程3年保養，ISO 國際質量認證公司。